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你有多少行李？你有多少行李？你有多少行李？你要去哪个候机厅？你要去哪个候机厅？你要去哪个候机厅？我想要一个靠走道的座位。我想要一个靠走道的座位。我想要一个靠走道的座位。我想要一个靠窗户的座位。我想要一个靠窗户的座位。我想要一个靠窗户的座位。为什么飞机晚点了？为什么飞机晚点了？为什么飞机晚点了？请系紧安全带。请系紧安全带。请系紧安全带。可以给我条毛毯吗？可以给我条毛毯吗？可以给我条毛毯吗？我们什么时间着陆？我们什么时间着陆？我们什么时间着陆？